了，到底要安怎欠钱？钱才买会掉咧？最近网络顶出现袂听的欠钱法。新年新希望，趁钱嘛，都爱要欠钱。每一人欠钱的方法无共款。有月固定，比如说玩乐的钱就拨多少去，然后固定存钱又多多少去，然后生活开销要多少这样子。拿到薪水之后，先存个几千吧，存在户头里，然后有时候存钱筒也会偷一下。民众讲欠钱需要动力甲计划，即卖有一种叫做袂停的欠钱法。好多出社会的人也是上班族，不知不觉欠着第一桶金。第一种就是52礼拜的欠钱法，头一礼拜欠10块，最后一礼拜520块，一年会使欠13780块。第二种是算出每一礼拜开销偌济，伫拜一就放入皮包内面，安尼有提醒作用。第三种是18档的摇囡仔欠钱法。为了囡仔读大学，囡仔倒出席头一档开始，每个月欠5000块，那咧18档就会使欠108万，安尼倒一种办法较好用。安全性比较高吧，对，定存啊。欠钱办法800款，上界要紧的是选定方法了后，一定要确实去执行，爱坚心，钱才有法度愈欠愈多。